如果有一日我變老會變成點？相信呢個問題好多人都有諗過，所以我哋決定直接揾電影特技化妝師幫我哋變成一對老人家，拍攝一輯老年版嘅 Pre-Wedding。突然間多咗粒斑，由一班朋友一齊幫手，一路化妝一路笑着睇住自己啲皺紋、眼袋、白頭髮慢慢出現，成個造型一步一步完成。雖然而家 AI 真係好方便，撳一個掣幾秒就已經可以見到自己老咗嘅樣，但係我哋更加着重嘅係今次嘅過程，呢一種回憶同體驗，我覺得 AI 永遠都係取代唔到。平時我其實好介意自己嘅眼袋、眼紋，但化咗老人妝之後，皮膚嘅紋理、膚色唔均勻都變得好合理。我唔再介意平時需要遮瑕嘅瑕疵。我諗呢輯相都係我長大成人笑得最開心、最放嘅一次。今次拍攝都會有我哋之間嘅物件同埋以前讀書嘅相，我連30幾年前嘅湯壺都帶埋過嚟影。好多人都會恐懼變老，我反而覺得變老其實未必等於失去快樂。外表確實一定會老，咁但係保持探索好奇嘅心，就算第時80歲，我相信我哋都應該會周圍玩、周圍揾嘢食、周圍探索新事物。好開心今次超級順利完成咗屬於我哋嘅婚禮成長片段同埋老人Pre-Wedding老人情侶照，超持久嘅妝容。你而家用卸妝油都抹極都抹唔落。睇下我個眼皮幾真實，我真人唔係咁噶。